美国职篮 NBA 奥克拉荷马雷霆后卫施洛德 Dennis Schroeder 今天灌进32分，球队中场127-116踢馆密尔瓦基公鹿，在西区取得第6。公鹿今天赛前已确定拿下东区榜首位置，因此让3位先发阵容安特托昆博 Giannis Antetokounmpo 布莱索 Eric Bledsoe 和罗培兹 Brook Lopez 休息备战季后赛。今天这场本季例行赛最后一战对公鹿或许无关痛痒，对雷霆来说却可是攸关季后赛位置，分区排在第6、第7还是第8的大事。雷霆掌握命运，第2节攻下39分，从此一路领先到比赛结束。少了乔治 Paul George 助阵，雷霆将战略着重在3分球上，整晚投进队史上最多的23颗3分球。施洛德出手15次投进8次，写下生涯单场最多的3分球数。队友葛兰特 Jeremiah Grant 一注28分，翻新自己单场得分纪录。明星主控卫斯布鲁克 Russell Westbrook 今天有15分11篮板17助攻，为6场赛事以来第5次端出大三元表现，以生涯138次大三元追平魔术强森 Magic Johnson 纪录，并列史上第2。雷霆将在西区季后赛首轮对上波特兰拓荒者，公鹿则将在东区季后赛首轮迎战底特律活塞。